赵元任，新国语流声片课本。人称代名词：我、你、他、您、他、托、伊、特、谁、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咱们。您、他是尊称，托、伊、他是分男、女、中、三性的时候用的。如果从上下文没有分辨的必要，就可以一律用一个通性的他字。咱们是对内说的，跟咱们说话的你、你们是咱们当中一份子。我们是对外说的，跟咱们说话的你、你们不在我们当中。但是在写书或演说的时候，也可以拿我们当作咱们讲。我刚来，你就要走，他还没来啊。他已经看见我了。他看见你了吗？你怎么不早对我说呀？张先生，您来了啊。张太太怎么没来呀？他有点儿事。他不来了吗？他不来了。王家小弟弟的哈巴狗儿把李家小妹妹的蛋糕给吃了，依旧把他打了一顿，托又把伊骂了一顿。什么？你说的哪国的话？什么托、伊、特的？到底是谁打了谁，谁骂了谁？我说，李家小妹妹把王家小弟弟的哈巴狗儿打了一顿，王家的小弟弟又把李家的小妹妹骂了一顿。他打他，他就骂他。你们说广东话，他们说福建话，我们说江苏话，咱们大家老说不到一块儿去，咱们都来说国语不好吗？